靜默主前，而家就等我哋帶住一顆平靜嘅心，有一個安靜嘅時間，慢慢閉上眼睛，調整一下姿勢，令身體感覺到更舒適。慢慢將注意力放喺呼吸上，一呼一吸，心中默念：叩門，就給我們開門。活在神的話語中，約翰福音第16章24節：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，如今你們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。耶穌一來，撒旦權勢就粉碎；耶穌一來，抹去一切眼淚，除去幽暗，使痛苦變為甘甜。耶穌一來，萬事都要改變。我哋無需去懼怕向天父發出嘅係乜嘢請求，無論係較為幼稚或無知，係雄心勃勃或充滿信心，係好奇或真誠嘅求知，只要憑信心毫不猶豫，奉主的名祈求，主應許我們必能得着。我們祈求不會是徒勞無功效的。在信心裏禱告，感謝主耶穌，你留下不住禱告的榜樣，並應許我們能在生活中獲得所要的支持和安慰，能尋求指引和方向，並祈求得力和得勝。只要喺屬靈嘅支票上寫上受本人嘅名字，填上所需要嘅金額便可，因為主你已經喺支票上簽咗你嘅名字。禱告乃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，誠心所願。與聖徒相通，弟兄姊妹兩三個人聚埋一齊，同心禱告，互相代禱，主應許他就在當中。何況一群人在一起奉他的名禱告，主必在當中。願我們一起為這城求平安，向世人作見證。基督徒與人分享個人蒙恩的見證後，可問他們是否願意讓你為他們祝禱，願賜福給你的神加倍地祝福他們。服侍他人，我們在主裏成為一家人，以上帝為天父，凡事不尋求自己的益處，正如主耶穌沒有一天是為自己而活，為自己尋求安樂窩，乃為每一位跟隨他的人而活，並且他愛我們到底。讓我哋帶住期盼嘅心，堅信主耶穌嘅承諾，奉主的名舉手禱告，因為我哋知道，多禱告多有力量，少禱告少有力量，不禱告沒有力量。而家邀請你向主耶穌獻上你的禱告。